是灰安的消息，前技术詹姆斯昨暝伫直播时表示，讲华航 CI186桃园飞虎山的班机，昨伫降落虎山机场的时，降唔着跑道。针对这点，运安会确实讲有这个代志，好咧加在无造成重大飞案以外，华航今日嘛个回信咧，表示讲 CI186因为降落虎山的时，无依照塔台要求，强调讲已经马上咧启动调查加检讨，并且已经通报主管机关。 航班的时间一直延前了后，大批旅客就到机场外口等接应，因为华航的班机降落的时走唔到跑道。当下华航没有告知我们理由，只说飞机有问题。华航这次的危机处理，我是觉得还不错。昨昏华航 CI186为桃园飞去韩国釜山的航班，到金海机场的时无符合塔台要求，降唔到跑道，险啊弄到起飞跑道顶的飞行机。加在当时另外一只飞行机伫咧外口等，才无造成重大意外。它这个是可大可小，因为如果有别的飞机或冲突的话，有可能会造成碰撞，会引发这个重大的飞安事故意外。 那如果说没有影响到，那就是一个航管违规的事件。釜山的金海机场跑道附近 CI186原定是要降落伫咧18号道并跑道，却意外降落伫咧18号正并跑道。华航回应，为了完整查清事件原因，已经启动检讨甲调查，嘛通报主管机关通过所有机组员，就要照实互相确认。因为当地机场宵禁，原定昨出发的 CI187改到今仔日出发，造成不便，非常抱歉。 发生的地点是在韩国航空铁道事故调查局已经进入这个调查的一个程序。如果韩国这边没有调查的话，应该会接手去进行调查。不过其实这毋是头一届金海机场有飞行机降唔到跑道。今年3月，韩国的廉航真航空为日本的札幌飞往釜山的班机，原本互分配伫咧18号正并跑道，不过机场误判方向，甲飞行机降落伫咧18号道并跑道。它是属于特殊的机场，因为有地障，18这个方向的时候，它是进行环绕进场。那它在五边上可以处置的时间其实很短。 所以，如果看错的话，它能够纠错的时间带啊，是很有限。金海机场因为地形较特殊，互航空界看作是难度较悬的机场之一。未来华航嘛会强化派资深经验的组员，加在这届无造成重大的飞安意外。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